嗨，大家好，我係 Peggy 啊，歡迎嚟到水晶療癒之旅。今集我會繼續分享一位能夠通行靈界嘅科學家史威登堡嘅靈界體驗。上集講到佢完成咗瑞典女王俾佢嘅使命之後，而呢一件超出所有人想象力嘅事情，喺好短嘅時間裏面就傳遍整個歐洲啦。之後有一次，史威登堡為咗參加會議嚟到瑞典嘅西部城市哥登堡，佢係諗住夜晚喺朋友屋企過一晚，第二日就同朋友一齊出席會議嘅。點知喺佢到咗朋友屋企食緊晏晝嘅時候，唔知點解佢忽然間出咗體喎。仔細啲嚟講，佢平時係有意識咁主動用模擬死亡嘅技術嚟出體嘅，但係嗰日佢係好自然咁進入咗出體嘅狀態啊！朋友見到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冇厘神氣咁，以為佢係舟車勞頓太過攰啦，所以將佢扶咗上床瞓低。就喺呢個時候，史威登堡忽然間大嗌：火燭啊，好大火啊！斯德哥爾摩好大火啊！就喺嗰陣時，史威登堡嘅靈魂已經同自己嘅肉體脫離咗，佢即刻就到咗斯德哥爾摩嘅火災現場啊！而火災嘅起點係喺城市嘅西邊，啱啱啲強風一吹，好快就蔓延到去東部啦。一陣間，幾乎全個城市都俾大火吞沒啊！啲人俾啲火嚇到亂咁跑，成個斯德哥爾摩忽然間變成咗恐怖嘅煉獄啊！而火勢係一路向住史威登堡嘅屋企蔓延啊！史威登堡好無奈咁講咗一句：今日我屋企要化為灰燼啦！但係唔知幾時，佢身邊忽然間出現咗一班天使啊！一陣間啲風向就轉咗90度，風力亦都開始慢慢減弱，冇幾耐就熄埋添。而啲火最後到達嘅地方就係由史威登堡屋企數起嘅第3間屋。之後史威登堡一下子就返到自己嘅肉身裏面，佢朋友就好擔心咁問佢啦：你冇事啊嘛？史威登堡即刻就話：斯德哥爾摩嘅大火依家熄咗啦，最遠燒到我屋企前面嘅第3間屋。我頭先仲好擔心我屋企會變成灰啊，不過依家可以放心啦。朋友聽咗佢講之後，就俾佢嚇咗一跳。之後佢哋出門去參加會議嘅時候，順便去揾哥登堡嘅市長，話俾佢聽首都斯德哥爾摩嘅火災啊。市長就即刻派人去首都調查。喺100年前嘅時代，唔單止冇電視，連收音機、電話、無線電都冇噶，而大家隔咁遠嘅地方要傳遞信息係好困難噶。坐馬車去調查嘅人返嚟同市長報告，就係喺史威登堡見到嘅斯德哥爾摩西部真係發生咗火災啊！然後因為強風吹向東面蔓延，最後燒到離史威登堡嘅屋企相差3間屋就停咗啦。呢件奇事一下子就傳遍歐洲，史威登堡嘅著作亦都因為咁樣變成咗暢銷書啊！上述呢啲神奇嘅事件，令到史威登堡嘅靈能者身份一下子就變到比科學家嘅身份更加為人所知。同時，同佢同一個時代嘅德國哲學家康德，甚至亦曾經將呢一件火災嘅事當作實例，喺佢書裏面都講過。自此之後，史威登堡就變成咗知名嘅人士，仲改變咗好多人嘅命運添啊！而長期從事科學研究嘅史威登堡曾經講過，科學將會為全人類帶嚟驚人嘅奇蹟，但係有2件事係絕對唔可能做到嘅，一件就係想用顯微鏡去睇到神，另一件就係創造出一粒有生命嘅小麥啊！對好多現代人嚟講，科學就係佢哋崇拜嘅神。對科學嘅絕對信仰已經掩蓋咗好大部分人嘅視野。史威登堡強調過好多次，人類真正嘅本質係在於內在嘅靈魂。佢話全知全能嘅唔係神，而係人啊，人定勝天。史威登堡話，造物主希望透過佢，令更多嘅人知道天堂嘅真相，進而開啟佢哋進入天堂嘅道路。
而佢曾經喺《天堂與地獄》嘅第一部分《天堂篇》裏面講過，喺天堂嘅人係不停咁樣向住青春之路前進㗎，就算過咗幾千年後，佢哋會越嚟越年輕，呢個過程仲會永遠咁繼續落去。佢書裏面提到有一位曾經非常之長壽，後嚟因為衰老而死嘅老婆婆，佢生前對神嘅信仰係非常之堅定㗎。對自己嘅鄰居亦都好有愛心，同丈夫亦都過住好幸福嘅生活。最後佢到咗天堂，而呢位婆婆喺天堂越嚟越青春，仲恢復翻佢嘅美貌啊！時間越耐，佢就越靚。呢個係凡人冇辦法想象嘅美貌啊！史威登堡仲話，愛其他人呢一種善良之心，就係還原青春美麗嘅最大動力。佢話呢一啲都係佢無數次出入靈界嘅親身體會。海倫凱勒喺睇完史威登堡嘅著作之後講過，史威登堡針對死亡同跟住死後嘅離別之苦帶俾我哋嘅訊息，係能夠令我哋嘅恐懼一掃而空。我依家能夠踩住勇敢嘅腳步向自己嘅墳墓走去。因為我相信死亡之後會發生啲乜嘢，我已經唔怕死啦。我好清楚死亡代表嘅就係重新誕生。而史威登堡係瑞典皇室貴族嘅成員之一，同皇室嘅關係十分之好㗎。有一次佢去咗靈界，見到啱啱過身15日嘅瑞典國王卡爾12世。國王見到史威登堡，驚訝又高興咁走過嚟同佢講，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嘅？聽講我死咗啦，葬禮都舉行咗，我仲聽到葬禮嘅鐘聲啊！點解會變成咁樣㗎？我明明就喺呢一度好地地，居然話我死咗，點解會咁莫名其妙嘅？我依家唔係喺呢度同你面對面咁樣講緊嘢咩？史威登堡對住唔願意承認自己已經死咗嘅國王講，殿下，你依家已經唔喺人世啦，而係喺靈界裏面。你依家嘅身體唔係肉身啊，係靈體啊。而人世係為你嘅肉身舉行葬禮，但係殿下，你仲係生存緊㗎。你已經離開人世，生活喺靈界裏面。你依家已經冇肉體，有嘅只係靈性嘅身體。就算聽咗呢啲解釋，國王都仲係搏命擰頭否認啊！你講乜啊？我明明生存緊，我以前同依家根本就冇分別。我話我仲生存緊啊！史威登堡講過，人到咗靈界之後，多數都會覺得同喺人世嘅生活冇乜分別㗎，唔會感覺到自己已經嚟到靈界。而原因係因為有中間靈界啊，即係死後最初去到嘅地方。而呢度嘅環境係同人世非常之相似㗎。佢話人類嘅靈體同肉體係一樣㗎，只不過靈體可能係比肉體更完美。肉體擁有嘅感官，例如視覺、聽覺、嗅覺同觸覺，靈體全部都有，亦都可以思考，擁有喜怒哀樂嘅情緒。但係肉體會有生老病死，靈體就唔會老，唔會消耗，唔會病。而靈體同肉體分開之後，去到靈界，留喺人世嘅肉體就唔會有任何嘅生命力。因為生命力完全係喺靈體裏面嘅。史威登堡留低嘅記錄裏面最重要嘅內容之一係靈界存在係喺造物主嘅秩序之下，天堂就係人類終極嘅故鄉。人類一開始就被創造成永遠不滅嘅存在體，人類係唔會死亡㗎，只不過係會經歷喺人間遷移去靈界嘅過程。但係有時去世嘅靈同帶路嘅靈互相會感到唔協調㗎，唔知道係咪頻率唔啱，定係呢個人嘅靈性唔夠高。總之呢個人喺靈性上嘅位置仲未能夠去到接受天堂嚟嘅領路靈所帶領嘅時候，就會有咁嘅情況出現㗎啦。領路靈全部都係最高級嘅善靈，都係屬於天使嘅等級㗎。如果呢啲人嘅靈性唔夠高，佢會覺得唔舒服而拒絕領路靈嘅帶領，
咁第一批嘅領路靈就會離開，俾另一班嘅領路靈過嚟。如果呢個時候佢哋嘅水準都未夠嘅話，都係拒絕，咁第二批就會離開，再俾次一級嘅領路靈過嚟。有時會連續換好多次㗎。而到最後一批就會將脫離肉身嘅靈帶到地獄嗰度，因為佢哋證明咗呢個人嘅靈性水平係屬於地獄㗎。人嘅靈性水準其實係由佢在生嘅時候所付出嘅愛嚟決定㗎。換句話說，所謂好人同埋壞人，就係睇佢付出幾多愛嚟區分嘅。史威登堡嘅靈界探險記錄裏面，除咗天堂同地獄之外，仲有一個地方叫做中間靈界㗎。佢話中間靈界係人死咗之後首先到達嘅地方，係位於天堂同地獄嘅中間，所以唔係天堂，亦都唔係地獄。呢度係用嚟審查決定靈體到底係成為天堂嘅天使定係地獄嘅靈，而好多靈體啱啱到中間靈界嘅時候，同喺人世嘅外貌係一模一樣㗎，但係到佢哋進入咗天堂或者地獄嘅時候，人世嘅外貌就會差唔多消失晒㗎喇。佢話呢個係因為人已經脫離咗外在嘅自我形象，慢慢化為自我內心嘅形象。佢話真正嘅自己其實係隱藏喺內心嘅深處㗎，所以喺人世嘅時候，就算係靚仔靚女啊，但係如果內心係屬於地獄型嘅話，喺靈界就會慢慢變醜㗎喇。調返轉，如果佢嘅心係屬於天堂型嘅，咁就會變到你無法想象咁靚㗎。而脫去肉體嘅靈進入中間界之後，經歷嘅係有3個階段㗎。第一個階段係脫去人世嘅外在形態，第二個階段係顯露靈性嘅內在形態，第三個階段係接受進入天界嘅教育。史威登堡形容嘅天堂係一個充滿快樂嘅世界。佢話天堂嘅快樂並唔係世人想象嘅物質上或者外在上嘅快樂。佢話人類成為靈之後到咗嘅天堂，感受到嘅喜悅快樂，先至係真正嘅喜悅快樂啊！而點樣先至可以去到天堂呢？用一句說話就可以代表天堂嘅法則，就係利他之愛啊！喺天界裏面，所有嘅靈都係實踐緊一個人嘅幸福，就係等於全部人嘅幸福；而全部人嘅幸福，就係等於一個人嘅幸福。史威登堡話，地獄係對自我充滿自私自利形式嘅地方。佢話人界其實係同天堂、地獄連接住㗎，有好多善良嘅靈嚟到世上幫助人類，亦都有好多惡靈會引誘人類犯錯，世人會受到地獄靈嘅影響。好多人因為惡靈嘅緣故，最後選擇咗自殺嘅毀滅之路。佢仲話天界會派善良嘅靈守護世上每一個人㗎，但係每個人嘅身邊亦都會有地獄靈跟住。不過世界上好少人知道呢一點。簡單嚟講，喺每個人嘅身上都係發生緊善靈同惡靈搶人嘅戰爭㗎。但係只要有善靈喺度，惡靈就唔能夠侵犯，而神送咗自由意志俾人類，只有人類自己可以選擇去天堂或者地獄。如果人傾向善嘅話，善靈就會對佢送出好嘅影響；相反，如果被惡靈吸引嘅話，就會受佢哋嘅影響，一步步走向地獄㗎。根據史威登堡嘅描述，惡靈係會對人做盡壞事㗎，但係佢哋係毫無自覺㗎，因為佢哋唔知乜嘢係惡啊，甚至唔知道有惡嘅存在。惡靈兇惡殘忍，但係就認為自己喺度行善啊，所以對惡行完全冇內疚㗎。地獄惡靈就係帶住咁樣嘅目的嚟到人世，然後毫無自責，殘忍咁任意做盡佢哋所謂嘅善咯。佢哋會為人間帶嚟不幸、痛苦、災難同疾病。史威登堡曾經喺惡靈嗰度聽過佢哋咁樣講啊，我享受報復，冇比報復更痛快嘅事情。報復會帶嚟最大嘅快感。而地獄係分成3個區域嘅，第一地獄係教育感化嘅地方，
第二地獄係冇辦法感化嘅狠毒惡靈，而第三地獄嘅惡鬼，佢哋嘅邪惡殘暴係去到極點噶，同禽獸冇乜分別。佢話所以要維持地獄嘅鎮靜，只有體罰呢一個方法，或者有啲人會話呢一啲方法太過野蠻殘忍啦，但係佢話冇其他有效嘅方法啦。史威登堡喺書裏面提過，絕對唔可以自殺。佢話自殺係永恆痛苦嘅開始啊！佢話自殺嘅人會成為惡靈或者鬼魂，咁樣嘅靈係冇辦法脫離人界噶，會成為困喺人界嘅幽靈，只能夠喺自己自殺嘅地方一直徘徊。而史威登堡喺佢嘅靈界著作裏面不斷重複強調嘅大原則，亦都係佢送俾世人嘅永生秘密，走向天堂嘅方法。第一就係好似愛自己咁樣去愛別人，第二就係做每件事嘅時候係唔係都係有利他之心嘅呢？第三就係唔好去審判別人啊！人要用咩方法先至能夠做到唔去審判別人呢？呢個就係寬恕啦，唔好去記住別人嘅缺點或者做過嘅錯事。寬恕可以講係愛嘅同義詞啊。第四就係確認自己內心係唔係有真正嘅平靜和諧呢？當所有人都守護住自己嘅純潔，付出愛嘅時候，咁樣嘅平靜和諧先至能夠喺世界上傳出去，先至能夠有更加多嘅和平啊！了解真相、真理嘅時候，先至會得到真正嘅平靜。有三重身體障礙嘅海倫·凱勒，喺佢讀咗同相信史威登堡嘅靈界著作之後，佢唔再懼怕死亡，揾到真正嘅內心平靜。史威登堡嘅重要貢獻係令到人領悟真理，然後喺人世間去實踐。佢盡力去說明獲得永生嘅道路唔係喺天上，而係喺人間。天上嘅真理要喺人間嗰度實踐㗎。佢話我哋要生活喺健全而充滿愛嘅人世裏面，咁先至係走向天堂嘅明確道路。今集我就講到呢度先啦。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集嘅話，記得俾 like、訂閱同分享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